大家好，我係 Y Y， 今次去惠州探返2日，住5星級酒店，星期日至5去，每位399，仲有買1送1。集合時間9點深圳灣，10點羅湖，跟呢個導遊姐姐出發啦。車程大概係個半鐘，食下依樣食下嗰樣，好快就到咗我哋午餐嘅地點。未夠12點就開飯啦。聽講今日午餐會有10幾團，好在大部分都未到。午餐係食龍家白切雞宴，我哋嗰圍有12個人，所以加咗2個餸，總共有11個餸加1個湯，味道就過得去啦。10分鐘路程就返到我哋今晚入住嘅5星級的酒店——半島格蘭雲天國際酒店。唔止大堂靚仔，外觀都一樣咁靚仔，以 S 型設計，動感十足。上房又睇下型唔型，嚟個快閃 room tour 先。每間房都會有個大露台，重點係無敵靚景啊！下午茶時間，餐廳已經為你準備好奶茶同埋曲奇任食。距離晚飯時間仲有幾個鐘，而酒店附近係冇大型嘅商場嘅，所以酒店都安排咗一啲接駁巴士車我哋去附近嘅天虹商場。登車之前記得先睇時間表，而且溫馨提示，記住早15分鐘落嚟排隊啊，因為嗰架車只有23個座位。5分鐘車程就到咗天虹商場，回程時都係喺同一個位上車。商場只有3層，唔算好大，但係基本嘅服裝店、美容店同埋玩樂嘅都一應俱全。當然唔少得香港人最中意行嘅超市啦，可以買返啲生果零食。今晚就喺酒店食自助餐，未夠5點半，大家已經排晒長龍。一開閘，大家都跑咗去海鮮區，唔怪之得啦，啲花螺同青口咁大隻。仲有蜆、魚同排得好靚嘅蝦。第2輪就出咗啲生蠔，你又夠唔夠膽食呢？都係食呢啲穩陣啲。另外有幾款壽司同埋刺身，仲有沙律菜、火腿、芝士同埋幾款冷盤。熱葷方面有炒飯、大蝦意粉、蔬菜、蝦、小炒王、白切雞、豬紅同豬潤、紅燒三文魚骨、薯仔、鴨胸、魚柳、黑椒雞腿、豆腐、豬腩肉同正瓜。為咗配合主題，今次仲有烤全羊同烤餅。西湯係粟米忌廉湯，中湯係蟲草花煲豬子。如果嫌煎扒太肥膩，可以落返啲蔬菜同埋粉麵。仲有女士至愛嘅蛋糕，賣相相當吸引，一口一件，食咗都唔覺肥。雪糕都有6款口味咁多。呢個自助餐可以由5點半食到9點，不如食返啲生果消化下，再食多幾彎啦。飲品選擇都唔少，有汽水、啤酒、花茶、果汁、檸水，另外仲有紅酒、啤酒同埋咖啡。而壓軸嘅主角就係佢啦，每位都會送1盒鮑魚飯。除咗味蕾嘅享受，仲有耳仔嘅享受。除咗 live band 助興，仲有抽獎活動。最溫馨嘅係有人幫你慶祝生日，開開心心又過咗一日。嚟到第2朝早上，早餐時間係7點至10點。有太陽蛋，亦都可以整奄列，仲有啲炒飯、炒腸粉、蔬菜、粟米、勝瓜、蒸南瓜、麥樂雞、炒西蘭花、烚蛋、火腿、薯仔同埋油炸鬼腸仔煎蛋。有港人必食嘅白粥，內地人中意嘅豬雜粥、麥皮、熱鮮奶、八寶粥、熱豆漿。哇，連麵包種類都有咁多，仲有粉麵、點心、冷盤同埋水果。食飽飽就去參觀下酒店設施，因為泳池補開，只有3樓嘅健身室有對外開放。呢個 hea 爆團12點半先 check out， 未夠1點已經嚟到萬達廣場。今日嘅午餐係自費嘅，佢比起天虹真係可以叫大型商場，連餐廳都有20幾30間。我哋未係好肚餓，揀咗薩莉亞食一啲輕食。準時3點集合，搭車返香港啦。總結一下，團費399買1送1，每位199個半，導遊費每日90蚊，2日180蚊，總共就係每位379個半。呢個團包咗5星級酒店、自助晚餐、自助早餐、圍餐、下午茶同埋車費。
實際上係冇景點嘅，只有商場同埋商場。整體嚟講，性價比唔算好高，但絕對係一個輕鬆 hea 爆團，俾你叉一叉電，放鬆心情。今集就介紹住咁多先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